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客家新闻插枝。都市计划团估计保存的难题，不是看得到。今年呢，我看得你也睇台中市，那我还要带大家去玉里看一群新人呢，用来演野球梦，还有桃园龙潭工人村的乡亲，在万个屯下一台打造游击村。台中市的水神堂係融合中西建築美學嘅老伙房，不過現正睇高鐵新市鎮從化區內嘅計劃道路上，強調要本人拆卸。經過文化界發起搶救，台中市政府改革嘅路體列作창廳古蹟的。不過창廳古蹟有6年嘅12期，以下路卡多嘅從化區嘅開發，按用嚟估到各方利益變作難題。都市發展按用嚟創造新舊融合嘅風貌呢？總優秀陳清偉帶我哋去看台中市睇都市計劃發展嘅過程，遇到嘅各種問題。顺便种纳顺丰西路的行业水神堂，台中市政府跨区出官员打造会刊，然后也特别列做창廳古蹟。從化區的開發做誒，除了面頭前一櫃大片呢，將附上後的種納保護等水神堂，細微的建築，單單就產到2片誒。正生跟落耳間落下3架，這是在西南屯地區客家式建築的一種特色。他們崇拜祖先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所謂。這個錢耕與讀啊，詩禮傳家，詩就是讀書，禮就是祭祀文化。文化界也搶救水神堂係100年以上歷史建築，也門了精神翻修。係1927年日本時代基隆市嘅南屯莊長，也來講係南屯區長嘅王清光起嘅。王清光喺基隆市總鋪當有名嘅私人文學家同書法家。瑞成堂哈，它這個正身跟護龍。是傳統我們客家造安建築的一種代表性。那麼它旁邊的附屬建築，還有這個外圍的竹林防衛組織，還有門樓，還有外牆，甚至於水池後面的畫胎，在顯示我們造安的這個客家文化精神。造安客在台灣它的客家族群的遷徙跟演變的過程裡面，它標誌了一種叫做文化共生的。一種文化的基因，在一個都市的脈絡裡頭，有一個舊有的寄存的一個農村景觀，這個在未來的都市裡頭是很重要的一個資產。青土樹、韓國家、烏本基、四季8路橋沿線處頓창戲活動，雖然往往落鑊年長日久冇一張記。對融合中西式建築的風格，還係看得出基隆市規模啦企圖心。在大概80幾年前，嘗試在南屯的那一個農業聚落裡面，去創造了一個比較具規模的這個農業生活的這個生活環境設施。事實上，這是可以去接軌台灣大概在19世紀末期出現了一些很重要的，像霧峰林家啊，就是新竹這個北郭林園，這個田園這個文學的這個脈絡的，在南屯這邊也看到這樣一個很完整的這個三合院的設施，而且格局啊跟企圖心是很強烈的。保存呢屋哈冇簡單啦，因為佢嘅屋主冇買願意，嚇。屋主佢嘅權利留到，總得損害一點嘅總得，好，留到屋主嘅權利，因為顧到了大環境呢，該重化哈，實在是冇簡單嘅啦。喺保存水神堂整件冇按改，一隻微數喺度台中市整體發展計劃第5單元，水神堂到到25米龍門路嘅1廳地方，一直到最近嘅開發前，文化界啦王鳳年意識到。估計做模特咧，緊急發起搶救的行動。這次台中市政府接到這個訊息哈，那麼我們也很緊急的，大概在我看從前到後差不多有10天，我們就做了一個暫定古蹟的這樣的一個處分。那麼我想說，這是一個剛剛開始哈，日後還要面臨到
蛮多的问题。目前文化局虽然已经同意指定为暂定古迹，可是还不是真正的法定地位。指定为古迹之后，因为都市计划已经在启动了，所以就要变更都市计划的道路范围，甚至于老百姓所有权人的土地使用的分配。那这样子又会造成自办重划委员会跟市政府之間有很多行政要去做救濟的活動，所以我們說這才是另外一個辛苦的工程的開始。代表了700個人的權益啊，現來配合問題時間，是唔是土地救啊？唔土救落去啊，為咗呢個房屋啊，呢個路屋啊，一路保留啊，按土人特色土地咯，希望啊。市政府啊，文化局啊，还有那个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对这个程序能够加快的时程把它完成。簽聽古蹟有60年10年時間，不過接下來的都市計劃調整真係難題。他家講嘅聽單年，蔡天人講係高鐵新市鎮，也規太片的重劃區有70公頃邊呢。此盤重劃費做出開工嘅，趕到到期限度念書，重劃本體本參加題組。事實上，我哋遇到嘅問題到3月份今年3月份已經全面施工，已經全面施工，我們已經發包給這個合法的廠商有一個期限這個期限1年半的時間做好。青苔關鍵，韓國也下他嘅關係呢，都係題組嘅權益。皇家，那麼瑞成堂他所有的持份人有12位他們的權益那麼我們希望說最大程度的能夠去做保障那麼當然重劃會總共有712個重劃的這個權利人他們的權利也不應該受到太大的一個這個影響。范仲路用咗台中城發權2號道路，睇睇嘅事件列定台中市，也睇台中青創業上之道路之一，聽單年到水神堂，出頭范仲路到黎明路之間。事實上，一打不離 Q 時期當年呢，已經減高速公路，唔過頭台中市整體發展計劃地度，范仲路四圍實變咗重劃開發下後活動有發展的素材。將來台中市大台中市它的高級住宅區是否分布在這個原來的這個後期發展區，也就是目前的整體開發地區，它總共分為14個單元我這一期叫做第5單元。本來台中市事實上是具有大概3000多公頃的舊市區的範圍，就是綠園道包起來這個小台中市，是一直到這個1970年代，因為眼看着這個高速公路這個交流道已經要開闢了所以那時候的台中市在7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去做擴大都市化的動作，然後一直到1986年就把整個台中市就是包到這個原來的小台中市，包到都市化區的範圍。台中的都市計劃優先發展區主要12區，包含前有名第7區。新區台中發展的情形，大體有3條界線。前座的中民南路，再過來係文心路，也已經發展到范仲路。簡單來分組係 Q4區、優先發展區，然後整體發展區。那時候台中市人口大概50幾萬，可是它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土地都變成是建地，所以它就分階段。在1986年的這個第1次通盤檢討，它就分階段說。我有1400公頃左右的這個發展區，我先把你指定為住宅區、公共設施用地，可是呢是禁止開發。一搭嘅黎明路2片做重劃區，對南屯嘅天單元一路綁從到北屯嘅水南，規路嘅做到起伏嘅。問題係開發壓力再過大，沒有考慮到市場嘅公司。政府一下標出按照題來，到底係天數也係可以600箱咯。這為什麼你要釋放這麼多土地呢？這樣講是很有道理。可是問題是，在這個10-20年的將近18年的過程、19年的過程當中，
就是这些地主啊，从地主的权益来看，我已经被你划定是住宅区了，你要么你就不要这个不跟我划，给我一个期望值啊。然后我已经被你划成住宅区之后，结果我反而不能开发。啊，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当然要据理力争嘛。我们的都市计划，在我看起来是蛮落后的，很落伍的一种做法，因为他关心的是那个土地价值的计算，为了要好计算，它全部都是那种 block 的规划做法，他完全不会去考虑什么。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个都市的土地纹理，原本它在农村的发展过程里头，它有居住的空间。它有祭祀的空间。台中市动态发展文化革命一侧家庭国旗古迹保存的案例，呼吁政府改变观念，重新认识文化资产的价值。其实这几年经过大家的努力，至少在我们大南屯这边，其实有好几个案例值得我们去探讨了。比如说我们在南屯精密园区的廖汉伦古墓，那个是我们台中市第一个市定古迹的一个墓种，因为这样，所以计划道路就有稍微修正，甚至于我们南屯春安的那个彩绘村。来，各几本，1、2、3，谢谢。黄叔叔，你今年几岁了？88。啊，你彩虹建筑画了几年了？没有，是无聊，就是画一张嘛，因为我画的无聊，也不是天天画，有些。好玩的话，一群後生人來到彩虹建村，也特別本單係一隻做木路行過插體式建村，因為上面巷路充滿同期的彩繪，透過名路設計，一下名上變到動態。台中市政府最尾決定保留下來，當做公園的一部分。本來文化局審議並沒有具備文化資產價值，但是我們文化單位就把它市政府建議說，用都市計劃法第15條，具有文化歷史藝術特性的，就可以讓它保存。一隻古蹟嘅危機，有辦法變做都市發展嘅轉機，甚至奇蹟無腦。呢個犧牲小可嘅建體，保留下來舊文化，還做得創造出有特色嘅價值，搭平體效果應該會更加好。像意大利的博隆納這是上千年的古城，他們都市是完全不現代化的，它全部保留成中世紀的樣態。好，那過去的那種小巷子，我們現在都是需要汽車嘛，他們那種小巷子仍然保留。那過去的建築的類型長什麼樣子，他們就完全保留。這種都市計劃才是進步的都市計劃。開發和保存他們未必是衝突的那麼文史保存部分也必須要給予開發一個都市進步當中那麼必須面臨到一個挑戰給予適當的一些空間。但有一句話就是偉大的都市它必須是新舊雜陳的，新舊雜陳所以這個雙贏，那麼這就是我們所努力的一個方向。不要把它當作一個負債，一個阻礙的這個態度啊！我覺得態度最重要。你當作一個尊重，把它視為一個寶，新舊的融合。我覺得這樣的土地開發是能夠創造數贏。這邊絕對也有新的生活形態，也有一些歷史人文。兩個融合下去，創造出來是我們可能意想不到的很多效益。台灣睇到古蹟本人看作主動都市發展產到商品，故所都市變做風貌來為主戲嘅空間，按樣本創業文化資產融入現代都市體檢嘅規劃設計，變做更加有生命力咯。文化嘅期待也擺水神堂事件，看得到政府更加積極進步保存嘅想法。